后来指挥中心讲，这个日本送予台湾的124万剂 AZ 疫苗，后礼拜一开始做。那第一批运到台湾的莫德纳疫苗7万5千剂，今仔日陆续开始来做。指挥中心讲，这2-3天内就会做完咯。也毋过传出讲，有医护人员不爱做 AZ，就是要等到莫德纳才要做。 敢有影安尼咧？互传出剩5剂，剩上剂 AZ 的台病医讲无哦，无安尼哦。讲剩的AZ 疫苗，今仔日就会全部做了。若是以6月初7的统计来看，6都当中 AZ 疫苗的库存量，土恒剩上剂，也阁有12%外无做。 台北村4%外，若这个新北市、台中、台南、甲高雄，拢已经全部做了咯。指挥中心讲，全台湾总共41万剂 AZ 疫苗，这礼拜5进前都会全部做了，袂有浪费的问题。 车底是载珍贵的莫德纳疫苗，一透早自物流中心出发，第一批7万多剂莫德纳疫苗，今仔日送到全台医疗院所，予医护人员注射。不过，伫做莫德纳疫苗的时阵，却传出有医护无想要做 AZ， 就是要单莫德纳。BNT 的疫苗跟 AZ 的疫苗看起来，它保护效果都是在80%-90%左右，就看不出明显的差别。所以在临床试验的时候看到的。 几十%的差别，在实际的情形是要大规模接种的时候，它可能就看不出差异。李平英医生解说讲，两个品牌疫苗其实无啥较好，毋过看到6都做 AZ 疫苗的人，目前台北已经有13万外人，新北市11万外人，注射率上悬的嘛是台北有5.22%，毋过台北剩4.39%无人做，桃园剩搁较济有12.27%，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全部拢做完啊。 传出 AZ 疫苗剩上济台病院，院长解说讲，无医护人员无做 AZ 的状况，按算今仔日就会使甲全部疫苗做完。莫德纳的部分是直接配送到医疗院所去，那直接的对象是医护的第一类。 在这个月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疫苗会进来。第一批到台湾的莫德纳疫苗，估计这2-3天就会全部做完。指挥中心讲，月底阁有2批莫德纳到货，拢会是10外万剂销量的进口，继续提供予医护人员来注射。加油！那个换你来。